7月12日，距离苏沫婷消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以苏沫婷普通人的状态，在那个世界一定支撑不了多久了。我必须立刻赶去救她。7月13日，大游戏。7月14日，大游戏。7月15日，大游戏。啊！地魁星啊，地魁星，你怎么能如此堕落？先前定下的营救计划都忘了吗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7月16日，大游戏。7月17日，大游戏。7月18日，大游戏。他天天就知道打游戏，算了，他吹不起就听歌了。别冲动啊！你这个混蛋，没良心的东西！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，都是哥们儿。新的冒险开始了，更华丽的画面，没有。这是哪里呀？这件事我会亲自负责。听歌，我们来了。更感人的剧情，没有。有钱了，我们有钱了，段位都要被你吓掉了。更热血的战斗，他们在找什么呀？你太小看穿越了吧！这画风不对呀！所以一切还是原来的味道，敬请期待。